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救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主啊，请咱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31首。圣诗第31首，天父听咱世间正人，赏赐独生圣囝，拯救赎回显明正道。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写我一切不为罪过。天父上帝是疼。圣诗31首，再来念来。
做给咱的信用，请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叫落人来受苦，变是会死来葬灵府。第三日对上永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教会，圣道上通，最下面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49，启应文第49，伫圣诗的后面1089页，1089页。启应文49就是以赛亚55章，就是咱大家来启应。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散车人来回来吃，来买酒，来买啉，免钱嘛免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这个鱼，那着用无可赚的钱。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享受上好的食物，互你满足。趁找会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分坏时，就来求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放散因的结果，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向咱上帝，因为伊要地下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水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富裕大长。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牛。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是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咱遐会受乐，会拍鼓仔欢迎。以前有刺客的所在会发上吊，有草刺的所在会发射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远不灭的记号。只是请咱压头三甲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看顾阮的主。伫即礼拜中，阮经过俄乌战争所连带经济不当，中国军机来干扰台湾生活，日本大地震，虽然心中真惊赢无平安，但是阮相信你保守看顾，互阮袂拄着过冬天的灾害。特别伫这疫情的中间，阮会当游玩奉主的名自责，这是何等的怜悯！阮实在是心存感恩也悲伤。主今早起，阮自责伫遮，要来听主你向阮讲话，因为主，阮确信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离开你，阮袂做啥物。阮也确信，
跟安尼遮尔黑暗苦难的时代，唯独你的话，你是一光，互阮伫黑暗的中间，也看着光对光来行，要带阮行上帝你爱阮行的道路。这是阮恳求圣神自由运行，做工伫阮中间，互讲的甲听的，拢伫圣神的恩待甲引带下面，会当做一摆，从你的话即拢来得到启示。阮也恳求上帝，互阮有受教的心，有会当听的耳孔，互主的话真理入到阮的耳孔的时，会当伫阮的心中结出好的果子，来荣光主你圣名。主啊，伫大灾节期的时，阮直接将家己带到你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会当用悔改的心帮助阮的生命重新改变，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有圣神保守看顾，带领阮的每一脚步，互阮的活命中常存感动甲爱心。互你的祝福时常降临伫阮，因阮知只有我靠仰望主你，过来的日子，阮才会行伫平坦的道路。是时，阮要安静阮的心，将这段的时间，将尽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祈祷对咱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地来建诗。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无穷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
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无穷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无穷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宰。咱刚才唱歌就是用水的歌声，互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请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13章，是我来读。当迄时，有古纳人伫底将加利利人的事甲耶稣讲，就是彼拉多将因的血掺伫因的生礼下。耶稣应讲，因为这个加利利人受即号的毒害，恁拍算因比正加利利人较有罪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也是迄18人，互西罗亚的拍倒来缀死个，恁拍算因比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人犯罪较重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照安尼灭无。伊就设一个譬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就来迄丛找果子，找无，才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甲伊撮起来，请事互伊也定所在。应伊讲：主啊，今年请阁容阮伊，听候我4周围掘桑应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甲伊撮起来。以上愿圣神甲伊所拣选的儿女同在。今日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相同的机会，请咱恭敬来听。请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小赐阮性命，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来听你的话语的主上帝，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每一摆伫你的面头前，会当听你的话语，是恩典，是你的恩准，嘛是你的怜悯。
阮无掠遮的诚侪应当。今仔日游玩伫你的面头前，用阮的耳孔，用阮的心来听你的话，听你的旨意，听你的心，互阮的脚会当行伫你爱阮行的路，互你的欢喜嘛诚做阮的欢喜。阮安尼来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弟平安。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我想要请问咱的兄弟是头一摆看见即个圣经节的，会当举一个手，互我知无？好，谢谢。今日的经文其实足插人的心哦，因为咱知影主耶稣基督互咱的福音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人平安。总是咱看见耶稣所讲的话，你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安尼灭亡。你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安尼灭亡。听起来敢若是警告，听起来嘛敢若是威胁，听起来袂爽快，听起来嘛无平安。这个耶稣甲咱所知影的认捌的耶稣，敢是同一个？敢是同一个？有人常常讲，伫教会内面，伫讲道的时，伫讲圣经的时，都爱选有祝福的、有稳定的、有灵敏的、有上帝大大欢喜的，安尼人才会欢喜到教会。总是咱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伊面对着有需要的人，伊互因怜悯；有需要医治的人，伊甲因医治；犯着鬼的，伊甲讨放。总是无照上帝的话伫行的人，耶稣嘛会甲骂。毋若是警告尔，会责备。这是天父，天父的心亲像兄弟。恁诚做爸母，恁的心嘛会安尼对待恁的囝儿。当恁的囝儿做好，你就甲疼命命；做无好，你犹原甲疼，总是你会甲因带伫正确的路顶面。有当时啊，你嘛会甲威胁，你若搁安尼，我就甲你拍。总是你敢真正自开始就想要甲拍？毋是，目的是为着要甲疼。目的是要为着伊搁较好，行伫正确的路顶面。耶稣所讲的这个话，目的嘛是安尼。对这对父母的心，咱就较知影耶稣安尼讲的时阵，伊的心其实是震动的。伊看见人伫讨论，伫甲伊讲。有人伫献祭的时，互彼拉多来抬伫祭坛边啊。这个话伫讲的时，亲像伫讲新闻共款，有个人死去啊，伊去教会路上，互车弄死啊。亲像有人伫讲地动的时。有个人就伫遐失去因的性命。听见安尼的代志发生的时，你的耳孔伫听，你的心有啥物感觉？
遮个人伫甲耶稣讲的时，因的感觉是啥物？因的感受是啥物？是对耶稣所回答的话来显明啊。因的心感觉，遮个人死，甲我无关系。迄是伊的性命，伊安尼做啊。有个人想好佳哉，毋是我伫遐，死个人毋是我。有个人想，迄个就的确是上帝无欢喜伊，所以伫伊献祭时，透过彼拉多的手甲杀死。侪人所约会到的，就是对即个方向。耶稣毋若耳孔听见因的喙伫讲即件代志，耶稣嘛对因的心来听见因的论断。因无因为安尼来看见家己的境况，有可能只是讲别人的代志，有可能伫定罪，有可能伫想好佳哉。我无伫遐，总是无人真正伫这件代志顶面看见上帝的心，嘛无看见家己搁活咧是为着啥物？别人的生甲死，甲我家己有啥物关系？我家己就顾无法度顾袂到。我家己的家庭就已经无法度完全，我哪有法度去顾别人？哪有法度去关心别人？耶稣伫讲的，敢若是伫讲，你若无反悔，无对你家己的罪来反悔，你就要灭亡。总是咱若甲这句话搁较直接的翻译，诚做恁若无改变，恁就要亲像安尼，无机会改变咯。恁若无改变，你就亲像安尼，无机会改变咯。安尼时，搁一摆，咱搁来想。听见别人拄着因的性命无去的时，搁来想家己的性命搁活咧的时，咱要来改变就会较简单，嘛较有气力，嘛较会谨慎。改变要做啥物改变？刷落来，耶稣讲着。无花果树的代志，无结果子。啥物是结果子？耶稣所讲的是讲有一个人，伊伫葡萄园内面栽一丛树，毋是葡萄树，是另外一种的。总是逐年要来找果子的时，无看到果子。伊就对讲园的讲，甲凑起来，无要结果子，毋免伫遮种地。听起来敢若足残忍的，总是无花果树伊的存在，种伊的目的是啥物？就是爱伊的果子，所以这丛树啊，本来就应该有果子，结果伊无果子的时阵，当然伊就无存在的必要。就是安尼来看，这个讲园的有缘甲这个种的人讲，搁一摆的机会，搁一摆的机会。互我，搁照
应该做的过程来做一摆，骨头压肥，好好啊照顾。若是明年无结果子，才来做。简单讲，就是，既然你已经无想要甲留啊，搁互伊一摆机会嘛会使啦。伫神学顶面讲，即个人就是上帝，即个讲远的是耶稣。每一个人，每一项有生命的，伫即个世间，上帝互伊出现，互伊存在，互伊活咧，拢有上帝的旨意。即个旨意是啥物？就是照规矩来行，照应该爱有的迄个形、迄个款来发展。爱结果子的树仔，你就是爱有结果子；应当开花，就爱有花。一丛树仔，若只是一丛树仔，都爱大丛，互鸟仔会当伫顶面来休困。一个人咧，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一个人伫世间活咧，有啥物目的咧？只是活咧吗？只是巴肚食互饱安尼尔吗？亲兄弟，你敢有听过、看过一个囡仔伫细细汉的时，还未读册的时，伊就甲你问讲：为什么要活着？你听到的时，你会有啥物感觉？你大汉就知影。迄若是妈妈听到囡仔甲问讲：你为什么要生下我？妈妈常常会讲：因为要疼你。为着要疼你，所以甲你生出来；为着要看到你好好啊长大，会当幸福。这个就是我上大的快乐，上大的目的。迄若囡仔只是听到讲，因为我要生你出来，后摆趁大钱来饲我。这囡仔可能会感觉讲，原来我生出来就是为着要趁钱的。安尼我家己咧，我家己伫对，毋是大人才会想讲，我的人生的意义伫对。囡仔嘛会安尼想，每一个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拢会安尼想，因为上帝伫创造人的时，就甲安尼念头放伫人的心肝头，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我创造你，是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我要互你知影，有我，有你。我要甲你伫地，你会当倚靠我。伫遮，咱来看灾难、苦难伫生活中间发生的时、发生的时，人敢会去想到我的生命活的意义是啥物？即时只有想到我会当活落来无？一步一步，一直到食饱，有钱啊，头路做了好，升官，家己所爱的
求讨上帝，互我有够啊，我才要甲我的时间、甲我的心、甲我的目睭来上帝，来好上帝，因为我爱先甲我顾好好。同款的机会，同款拄着灾难、苦难，失去你所想要爱的，迄个机会，迄个几率，那个几率是一样的，50-50。总是咱毋望是无发生的迄边。生甲死，咱所想的是生，袂想着死。好甲无好，咱所想着的是要活好迄边。咱拢会安尼想，总是想着改变的事呢，改变的事嘛是共款，一半一半，50-50，爱也是无爱。总是敢是一半一半，50-50，毋是咧。其实是有甲无。亲像耶稣所讲的，若无改变，就无机会。其实是100%，100%，不是一半一半的几率。机会存在与不存在。人讲一翻两瞪眼，无就是无啊。总是就是安尼的情形，上帝要收人的性命，要互人知影你已经无机会的时，上帝有缘，互人有机会会当搁做一摆选择。我要爱也是无爱。圣经甲咱讲，天国是拍拼要入去的人才会当入去的，是强要入去的人才会当入去的。迄亲像坐车的时，搭捷运也好，坐公车也好，车来的时，你若要坐这班车，就爱走较紧的。若是顶面拢总是人啊，你嘛若是一定爱，这班车才会使。硬挤你嘛会挤入去，就是杀别人，你嘛是会去。那种想要的心，常常发生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上面。却没有在我想活着的这件事情上面，却没有想我想要上帝的恩典的这件事情上面。咱常常所想到的就是上帝疼我，伊会直接疼我，我毋免去甲求讨，我毋免去强强爱，我只要徛伫遮就会使啊，上帝就会甲我疼。是啊，上帝的确是疼每一个囝儿，伊就是徛伫遐，拢无做代志，伊嘛是疼你。总是安尼的人生，敢是你所爱的人生？这样子的理所当然的人生，真的会让你的心有所感觉吗？头前你看到人的死，迄个是无机会啊。到后壁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过远的讲，搁互伊一摆机会，明年才来讲。头前是无毋望的，后壁是有毋望的。伫上帝面头前，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嘛是共款，拄着有毋望甲无毋望，你爱甲无爱。
当你甲你讲，你就爱改变，你就爱亲近上帝，你会当选择我无爱改变，我无爱亲近。总是，当你无亲近的时，上帝就的确放杀你吗？袂，上帝袂放杀你，亲像你袂放杀你的囝儿共款。迄是你的一部分啊，疼都已经疼入心啊。伊跋倒，伊受伤，疼的人，毋若是伊，嘛是你。所以，就是你无强强要入，无强强要亲近上帝。上帝的心是强强想要甲你揽伫伊的面头前。上帝的心是强强要来甲你疼。透过啥物？透过做礼拜，透过小组，透过圣经，透过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互你知影，上帝是疼。上简单，透过家庭的生活，伫遮来看人有改变无改变。第二摆的机会，其实迄个感受无遐尼多。咱看见路加福音12章的时，伫讲即件代志进前，耶稣所教示的、所互因看的，是爱警醒、警醒，保护你家己的厝，毋通互贼仔来。迄个贼仔毋知定时会来，你就要好好啊保护你家己的厝。刷落来，耶稣甲因提醒，爱忠实做一个管家，照主人所吩咐的来做。若是无，就会受到处罚。刷落来所讲的是啥物？若是有人甲你告，要甲你掠去告官的遐进前，你就要甲伊和解。若是无，你就会互人关袂出来。对这个顺序来看，耶稣爱人的改变是啥物？爱结的迄果子是啥物？人甲上帝关系的中心。人伫这个世间活咧，爱警醒；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爱好好。请兄姐，当咱讲咱是上帝的囝儿，嘛伫教会内面来做礼拜，遐侪年的时间，当地动来的时，当战争来的时，当这2年无法度伫教会内面来聚会的时，也是咱家己破病袂当出门的时。你敢有想过，你甲上帝的关系要安怎来维持？咱拄着遮个代志，所想到的只是我甲我的囝儿，我甲我的亲人，我甲我上好的朋友，要安怎维持迄个我阁活咧，伊嘛伫活咧的关系，甲迄个时间爱把握。总是爱真正爱想到的，迄个死了后，咱面对上帝迄个时间，迄个我，咱竟然无伫即个时间来警醒。来想，我也阁有机会，我也要安怎来亲近，我也要安怎来求讨，我要安怎来活这后壁的时间。有的人讲退休了后就是等死啊，其实毋免等啊。若是安尼的人生，退休了后就互你等死，安尼就毋免啊。安尼的人生，上帝毋免互咱。上帝互咱活的每一天，一直到见伊的面的迄天为止，每一天拢毋望咱活了有意义。啥物意义？你是会当结果子的树啊，你就爱结果子；爱开花就爱开花。
人爱做的是啥物？就是疼。互上帝疼，嘛去疼别人。除了疼别人，嘛疼家己。总是咱敢有真正照安尼来做？咱敢真正有甲别人讲，我疼你，因为上帝疼我，因为上帝爱我疼你，毋若是疼我家己厝内面的人。诚做一个基督徒，当咱伫讲我无法度疼迄个人，我无法度对迄个人拍招呼，我无法度用我的目睭看伊的目睭，因为我无想要甲伊讲话的时，咱的疼伫倒落？咱的机会敢真正还阁有？若是上帝即时伫咱的面头前问讲，你无机会阁疼伊啊？我互你的机会已经煞，总是我要问你，是安怎你袂疼伊咧？我互你的疼，敢无够额去疼伊？你敢毋知影我爱你疼伊？你敢毋知影，当你无疼伊的时，其实真正无得到疼的是你家己。当你袂当困、袂当食，心肝结规球的时，你敢知影无即个疼的时，我的心其实比你搁较疼。无机会，即个无机会，毋是我无要疼你，是你无迄个机会快乐，无迄个机会享受平安。你哪会安尼做咧？本来我要互你的福气，毋是安尼尔。你哪会阻挡我要互你的福气咧？你哪会阻挡你家己会当欢喜过日子咧？忠实、忠心、谨慎，机会，拢是为着要去感受着上帝准备互咱人生中间，要互咱的稳定，要互咱的疼。亲爱兄弟，你敢有想过，你有可能无机会？无啥物机会？活咧的机会吗？一直到今仔日，经过武汉肺炎，咱还阁活咧，咱较无安尼深的感受。总是厝内面的人，有人因为安尼的破病失去性命的人，因的心就有安尼的感受，就有安尼的感觉。咱听见安尼的代志的时阵，就亲像遮的人去甲耶稣讲，遐个人互人刣死啊！就亲像耶稣讲。你就是遐个人比你搁较无值得活吗？咱是安怎认为咱今日活咧是应当的？因为我拢无做毋对代志，所以我应该会活；因为我拢做乖，所以我应该会活。今仔日咱若活咧，想别人的死是因为伊应该，我的活是因为我应当。亲爱兄弟，做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心肝头，因为咱无真正看见上帝疼，咱嘛无真正看见家己无够额，需要主。是啥物，互咱家己认为咱的人生已经完全亲像天父？是啥物，互咱认为咱的人生已经满意？是啥物，互咱认为咱的服侍已经够业？是啥物，互咱认为咱对人的态度、关系已经好啊？若是安尼一项一项来看，毋免看几若项，都是耶稣所讲的忠心、服侍、谨慎，互你的性命爱过了好，你的生活爱有疼，爱甲人和解。就看这几项尔就好，一直到今仔日，咱敢真正会当伫上帝咱的天父面头前讲，我甲你共款完全咯？敢会当安尼讲？亲爱兄弟，这礼拜你敢有用你的目睭认过一个人？你敢有用你的目睭无看一个人，因为你看袂起伊？
若是有，你有机会会当改变。你敢有？伫这40天，咱所讲的大灾这期，每一天用一个时间来面对咱的主，甲伊讲话。3月初2到今仔日已经半个月过去啊。对一天，你有因为安尼要纪念咱的主会死搁活，来甲咱的主、甲咱的天父讲话，也是因为圣经已经甲伊熟啊，拢毋免读啊，都无读啊。有的人讲我拢毋免读圣经，我只要祈祷就好，上帝自然会甲我讲伊要甲我讲啥。你拢无读圣经，你哪会知影迄个话是对上帝来的？你讲我甲圣经拢背起来啊，所以我祈祷的时阵，上帝嘛会直接甲我讲，我嘛毋免特别找一个时间，上帝要甲我讲话的时阵，就会甲我讲话。愿上帝平安，伫你伫想安尼代志的时，伫你的心肝头完全。当圣经甲咱讲，上帝讲，我要恩待什么人，我就恩待什么人；我要施恩予什么人，就施恩予什么人。咱掠什么来认为咱是予上帝施恩的迄个？有一个神学生，伊伫讲起伊是安怎会去读神学院。上帝安怎甲好调？迄侪人讲，哦，就是我阿公阿嬷甲我献互上帝。有的人讲，就是我有一工读圣经的时阵，耶稣伫呼调伊的学生讲来，你来对我，我就有安尼感受，我就去读神学院。即个神学生讲，当伊伫读圣经、伫祈祷的时，定定有一个感动伫伊的心肝头。你就甲你的时间、甲你的人生奉献予我。迄个感动，半年久，逐工半暝啊，伊都互上帝叫起来。当开始想讲是家己困无好，总是共款的时间、共款精神。逐工，一礼拜了，伊就知影迄个是上帝甲叫。迄个时间起来，伊的心情所想到的，就是你爱甲你的人生、你的时间奉献予我。伊开始知影这个是上帝的呼召的时，伊逐工甲上帝讲一个理由。我袂使，我无够额，你找别人。我毋爱，我袂结婚，我要享受婚姻。我毋爱，因为做牧师足艰苦的。我想要趁钱，做牧师钱趁袂济。我想要过家己的日子，我想要去佚佗的时阵，就会当去佚佗。做牧师了后，拢无礼拜日啊。若是安尼，有的教会佫会互牧师无休假，我无爱做牧师。伊甲上帝讲。百种的理由，总是每一工，半暝啊3点，伊就互上帝叫起来。共款的心，共款的感受，共款的感动，你就要甲你的人生、你的时间奉献予我。有一天，伊甲上帝讲：“你莫阁甲我讲啊，到今日就好啊，你拢莫甲我讲啊，以后。”就安尼啊，我已经挡袂牢啊！我就是爱，我就是爱。伊讲迄时，伊感受到伊房间规个暗落来，是有电火的。伊房间的电火是开的，总是伊感受到伊的房间规个暗落来，亲像落伫黑暗的中间。
伊的心着惊。刷落来，伊讲伊敢若看见耶稣伫伊甲天花板的中间，看伊看咧，越头就要离开。迄个毋是要互人放肆的感觉，伊讲迄个感觉是伊感受到耶稣的悲伤，是悲伤，是对上帝遐来的悲伤，是上帝互伊拒绝的迄个悲伤。伊讲伊的手伸出来，伊毋是讲莫走，留落来，伊是讲好啦好啦。伊讲迄当阵伊无其他的话当讲。亲像要甲耶稣掠转来共款，伊讲好啦好啦。伊讲当伊讲好啦好啦的时，耶稣越过头来，对伊微微啊笑。迄当阵伊房间的光甲伊无法度甲目睭继续贴会开，伊爱甲伊的目睭藏起来。伊讲伊无法度来看耶稣的光，伊无法度伫上帝面头前来徛在。迄时想讲我是啥物人，我竟然拒绝上帝。安尼，伊去读神学院。亲爱兄弟，咱可能无法度去感受即个人伊所感受的黑暗甲光明，咱嘛无法度亲像保罗共款，会当去到第三层天。侪新业，咱可能拢无法度来经历。总是听遮的见证，听遮的别人的经过时，才来看家己的平凡。你敢有想过？伫平凡的中间，上帝互咱侪搁一摆的机会，无好调做牧师，毋是无好调爱改变，无经过黑暗甲光明，毋是要互咱感受袂到上帝。当咱每一工目睭天开，看见家己，感受到家己搁活咧的时，迄个就是上帝互咱搁一摆的机会，会当改变。改变啥物？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改变咱甲人中间的关系。我伫看咱的教会，已经足好啊。有彼此相听吗？有。有怨叹吗？有。有尽力吗？有。有忠心吗？有。有做无够业吗？有。该有的咱拢有。咱嘛伫听候，咱嘛伫敬拜，咱嘛伫服侍。咱拢有照步来，咱嘛伫面对着咱的无够业，甲应当爱改变。咱嘛接受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时间机会来改变。总是咱嘛会想，是安怎咱的教会也无成长咧？是安怎上帝无甲其他人来带来咱的中间咧？咱毋知影，总是忠心。服侍、照步过过节，照时间过过节，毋是为着要叫上帝，互咱迄个咱想要爱的，是照应当爱做来做。果子结出来，咱袂对园来凑起来。咱游园伫遮，游园伫葡萄园内面，游园有食着肥，啉着水，
有缘会当开芳芳的花，自然上帝就是这个人，伊会伫咱的教会内面，都是伊家己的园内面，搁种其他的。迄个是上帝的代志，咱嘛毋免互相来责备，因为咱所爱看的是，当灾难来的时，当代志发生的时，当苦难来的时，当事工无法度进行的时，咱伫上帝面头前有缘搁徛在咧，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咱有缘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徛在咧，继续享受上帝恩典甲疼，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咱会当继续去疼别人，甲别人来好解，直到分享上帝疼，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同款的机会是改变的机会，同款的机会是享受上帝疼叹的机会。咱同齐仰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有日头，有落雨，有暗暝，有清早。每一个阮无法度知影的，你的念力，阮顺服，阮感受，阮体会，阮嘛伫享受。感谢你，互阮有一摆搁一摆的机会会当改变，互阮一摆搁一摆的机会会当得到你的疼，互阮的心真正是有感觉，对罪有感觉，对疼有感觉，对别人的苦痛嘛有感觉，因为你会将你的感受、你的情感、你的旨意，透过阮伫你面头前的领受，嘛互阮。你的怜悯，互阮会当去怜悯人；你的平安，互阮会当甲人和睦；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活咧感受欢喜。伫你的面头前，阮愿意每一工好好啊过日子，毋若去想伫即个世间需要啥物。阮愿意去想的是，伫即个世间你爱阮有啥物？你爱阮有啥物超过阮想要爱啥物？阮甲安尼心思念头摆列伫你的面头前，因为阮知，阮的性命对你来，阮的性命嘛对你收。当收转去的时阵，阮有缘会当伫天顶，你所备办互阮的厝，伫遐欢喜快乐。阮为着遮个来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点的，即时请咱三甲来应答上帝的话。圣诗第169首，圣诗第169首，恳求圣神降临，伫阮逐人的心，无所不能，至真至明，赏赐恩典极深。请咱大家起立来念圣诗169首。无所不能及。
请坐。这时，请咱来奉献，请吉南执事甲秋妹执事来奉献，谢谢。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免费救报。欢迎新来朋友，这里邀请恁继续来参加礼拜聚会。报告事项，应用安全的考量，小会决议是已经完成安全监视器。请从兄弟伫使用礼拜堂了后，爱关好门窗仔，并且爱甲疏外保持，咱通共同维护教会设备甲人身的安全。第二，2021年个人的风险证明就是说，咱要报会当报所得税扣缴已经放伫兄弟的风险计内底感谢兄弟为教会圣工经费的付出，咱也要感谢小妹这事，甲咱做小，搁摕去将会向囡仔来这方面证明愿上帝赐福众兄弟，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周温满满。第三，4月初10日要召开中职会甲小会，咱若有对这个教会事工有建议，也有啥物期待，咱请投入咱这个中职的同工，请中职同工预留时间来聚会。第四，3月初2到4月16日主日以外有40日的为大灾节期请兄弟每日按这个安排灵修的时间注会面去会这生命中的40天。咱后面有这个周神助牧师团队提供的灵修指导的手册，准备咱这个公布下面，欢迎咱兄弟家己来做整理灵修咱这个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有较稳定有放宽这个防疫措施但虽然讲这个疫情较稳定咱嘛是爱共同来遵守这个防疫安全的相关的规定彼此来守护。咱来看咱聚会的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主日的8点45。早间祈祷会是礼拜四的上午10点。
姊妹查经啊，咱查经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咱即个查经的内容读经的中间，请咱家己伫厝诶大声来读即个内容。咱来看即个圣纲事奉吼，咱即礼拜插会是小妹这次清早是小多节，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聚会杨长老施行圣文节，领像是信箱主现是小妹这次甲明星这次交代是方西乡甲春英姐，插会张老师。清早练心节咱目前因为防疫时间，咱爱参拢啊都正常咱顶周人数出席人数甲防疫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是有毋对的，会使阮我是小妹来订正。咱即马来看咱第3页的本周经注。本周经注吼，就是看以赛亚书第55章6节，咱先用3个版本来读着，大家参考来看。但要我趟水的时来水里，比沙顿的时有热意，就看上主最特别的时，最有意，看伊的身边的时有热意。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书55章6节。就是咱共咱坐咧位中，来用双手来互相请安。咱请牧师补充报告，也是来带咱来做，请牧师。就一个补充报告，4到6月，4到6月份的新港讲手册已经来啊，伫后壁吼，因为周报印出来伊才来，所以就袂复印周报，后礼拜会出来啊。今仔日会当先摕。互咱今仔日咱无看到咱的宪文老师吼，因为伊的爸爸急诊住院，急诊住院，所以即马是伫病院内面有病房啊，毋过就是爱轮流啦，因3个兄弟姊妹家弟啊，谢谢家弟啊，爱轮流来照顾吼，啊，咱嘛为着因的姐弟，对，好，伊是上大的，啊，佫有2个弟弟吼，啊，3个人爱来轮流照顾，啊，伫更新遐，啊，因为即马其实去病院内面嘛袂当探访吼，啊，你照顾的人嘛爱照病院的规定来，是拢足辛苦的，毋是即个时间就已经照顾病人就已经足辛苦，何况是即个时间啊。谢文老师的爸爸，咱知影伊有癌症嘛，所以就是医生是讲可能就是会哪来哪严重啊，毋过伊嘛是有望会当一直到今年的9月会当过6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吼，望上帝会当临病稳准，互伊有即个望会当达到吼。好，安尼，咱进入公道的时间。
阮的主欢喜伊伫人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今仔日要特别甲阮所知影的身体受着苦、破病的兄弟姊妹，还佫有阮有熟悉、无熟悉、伫艰苦的每一个，属伫你的囝儿来求讨。主，阮知你爱阮，日子快活，总是人的肉体会破病，人的心会艰苦。阮常常毋知影会当安怎做，总是阮知，当阮求讨的时，你会应允；当阮望因的心会当快活的时，你嘛会应允。因为你是慈悲怜悯人的上帝，你无爱人伫苦难、痛苦的中间感受着无望，因为你是互人有望的上帝。主，阮为着侪伫受苦的人，还佫有无法度去甲教会来聚会、来礼拜、来甲人沟通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恳求你的平安甲因伫地，互因知，不管是你会甲伊斗阵，你袂离开因，你嘛互侪人为着因来祈祷。亲像阮知影，当阮无法度伫你的面头前的时，嘛有人为着阮来祈祷。主，阮知每一个祈祷，你拢听见，每一个目屎你嘛看见。你的怜悯要伫世间人的中间，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互每一个人拢袂无。阮有声无声的祈祷，伫即时要透过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话，安尼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死，着逼阮脱离迄个海。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大家来念上面的诗，圣诗第398首，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请咱亲像囝儿，请咱亲像囝儿，请咱起来。亲像
救赎、圣神提醒、相通，透过每一日，互恁的机会，临到恁，互恁有气力来把握机会，活出天父的完全，永远袂煞。阿门。请坐，会倒对位。